新营龙虎宫天恩堂堂主杨先生哦，是开冰厂的。那杨老板早期龙虎宫就是在他的府上，后来租土地在这附近，是现在大楼的东边，现在那个卖电动车那个位置吧。然后买这一块土地，在民国68年兴建新的龙虎宫天文堂圣堂。然后二楼帮助一贯道是作为佛堂，还有平常好像第2个礼拜天下午2点半起会班，晚上好像都2个礼拜1次，晚上8点到9点半有6组坛经班，还有研究经典的班，很多班。在新营南新国中的西边哦，新开的路公园路这边。中华民国105年，今天11月13号，礼拜天，农历10月14号，办慈和法会，杨堂主都来这边关心，要请教他才知道这栋大楼，民国68年兴建。这条路后来才好像80年代才兴建的新开的路，公园路。